梅菜扣尿客仔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子路。係啊，阿全。好，今日咧，我哋要來講馬來西亞啦。在馬來西亞啲波嘅五隻啦，曾經喺好多年後中意去嘅地方，好多年後去嘅地方，見下冇人家敢去嘅地方。係，今日也來談故事咯，今日。也唔錯。而家多少有多少靈異嘅部分啊？好了，來見下。嗰陣要4年咧冇。多少年？哇，你睇件事呀！哎呀。攤喺呢隻地帶了。好，來見下咧就講啲一隻故事。呢隻故事咧係咁樣嘅，啲係在一隻馬來西亞一隻瀑布。嗰陣你嚟旅遊嘅地方係啊？瀑布好多人家中意去嘅，喺個其實瀑布曾經咧好多人家中意去教啊，旅遊客去撩啊，嗰啲揼下水啊爽嘅地方係啊。那位地道見下冇人家敢去嘅，發生咩事咧？就曾經咧，有隻時候啦，就一度發生了好多人家真實嘅命案。哇！然後真實過後咧，就變到好多鬧鬼好多嘅事情咧。存在秒上冇堂那種。其實好多時候係發生，我都唔小心。其實瀑布好容易就係你唔小心滑到，然後跌下去，然後就。佢會塞鬼子，有時候盆水毛嗰度係好冷嘅嘛。冇，你下半哦，你瀑布你下半你唔知道買東西，有時候你有漩渦，你冇睇跌下去嘅。搬咗就搬可以啊。就曾經就發生一件事情，就2012年的時候，因為陸續好多人家跌爆好多屍體嘛，然後嗰時候就發生一件事情，就也係有一隻細路哥就在啲波浸埋過後就冇再起來嘅，然後咧嗰度就有一幫人就講喺度聽書講，去看下有啥撈屍體係撈屍體，然後直到撈下嗬，哇！有其中6隻人嗬。就好像有中到好奇怪嘅片，唔知道係乜嘅片嚟，就片嘅也係那種屍體。哇！嗰屍體，然後直到咧，其實好多年就向嗰條好奇怪嘅方向去想啊嘛，哇！潛梯神咧唔通？就你講啲水鬼潛梯神，我就覺得哇，好像可能係水鬼啦。然後佢講係有一隻人就講，嗰時候也係探出去撈嘅，就是消防員就拿着咧，捉咗佢鉗下佢，有屍體冇？然後就鉗一下嗬，鉗到有一隻嘅時候嗬，哇！你嗰隻探出撈屍體嘅嗰隻就看到，好像有東西飛落嚟嗰種啦，你一拍聲，然後長條毛嘅。就講係水鬼啦，看到隻羊咁飛起來，所以嗰時候過後就冇人家再敢去嘅地方。哇！你睇真係。其實瀑布好危險嘅地方嚟。愛撩就愛去小心啦，各位，這種咯。曾經有朋友爭啲啲搬一個漩渦啊，然後轉咁咧，就索人嘅腳起唔到來。爭啲也係救唔到因為。哇！真係嗰種宇宙有種綁人落去真係要注意喎。其實可能係水鬼啦，其實。最好唔好去街去嗰種地方撩啦。真係好危險。我對自己有責任啦，跟住係就聽一隻故事啦。就來聽呢隻故事咧，就係講係一隻摩來嘅，一隻廣場，一隻商場咁樣啦。嗰隻商場咧，見到行得牛菜嘅，都唔講開話嘅商場啦，係啦。然後咧，其實嗰時候嗬係好難得有一個商場嘅，就好太好多人家去嗰位好少嘅嗰種商場嘛，就去嗰位咯。然後那位地道過後，慢慢就鬧咗好多靈異事件，鬧鬼嘅事情。然後嘅鬧鬼嘅事情咧係咁樣嘅，有年咧就一入嗰個天台嗬，就看到有一隻老人家拿幾條下來嗬，再掃完先嗰一條毛。
過後慢慢有可能好多人飄來飄去，飄來飄去嘅，拍人做拍攝衫嘅。其實佢哋喺講可能喺其他商場慢慢起來就搞事宜啦，就唔會半件獨佔或者乜嘢啦。我哋都其實也係唔知道啦，唔知道係真係假。咁我有可能係佢擺嗰個地方流落來嘅，也係有可能。地上嗰種模子噻。但係過後慢慢，冇買人家去理嘅嘛，啲管理層嘅顧到唔好，就真係變成貴商場嘅啦，就係咁講貴商場。然後慢慢好多啲店都開唔起，唔知道係愛強天人哋乜嘢哦，也係好啱嘅種嘅喎，冇開燈嘅種嘅喎。哇！真係咯。然後個咧，天台嗰邊咧行過恐怖啦，就講嗬，嗰邊有隻店咧那擺嗬，嗰種常常喺天台扭嗰個東西出來咁嘅東西。捏出咯，哎呀，有時天台那種封閉空間，有的時候真的會給人一種心理上的壓力的，真的好買的，都要注意。有多少奇怪嘅東西詭異啦，講奇怪嘅東西係開裝起來啦，開裝起來啦。你三隻樓係冇開封嘅，冇人家去嘅，冇半人家去嘅，尤其係舊樓啦，就講可能啲擺尿唔得清，唔得清翻啲東西。留啲空間嚟啦，係可能。其實就係條馬來西亞天呢隻，本來好多人家去嘅，撈啲到。就係咁。電下冇買人家去，但係其實冇人哋尿咩 ？OK。第三隻咧就覺得拍，佢係曾經，點講係1972年咧，時75年啊，去嘅一隻水上樂園嚟嘅。佢嗰隻樂園就係講以前佢係開埋啲咪馬蘭，嗰隻咧咪馬蘭咧係1994年就開埋，因為啲事情也經營咗19年。曾經咧佢嘅水滑梯啊，係或者。亞洲嚟講係最長最大嘅，佢嘅水其實咧做得唔錯嘅，做得唔錯，然後佢係以恐龍為主題嘅啦，一個水上樂園啦，你想睇乜嘢的放嚟啊，朋友看下，然後佢做得好整下喎，好靚下喎，然後佢個發生咩事咧？就係曾經有一隻從新加坡來嘅遊客，就唔小心在水裡。你避排去就搞事，也係因為搞啦是，嗰個又加上土崩嘅時候，啲嗰啲水啦，水上樂園啊，啲土崩就奶就是這樣衝下來，就變成咗一隻湖嘅嘢咁啊！哇！慘佢。好咩好買，因為受污染嘛，嗰啲事所以佢哋話砍拍，最1994年就砍拍，就唔幫人家搞啦。但係就講。其實嗰邊好多樹林啊，好多好陰嘅樣啊，你講開埋過後冇人家打理，就變得行個陰森嘅樣啦。哇！就講其實你上一可能要留下來，然後冇人家去理恐龍，然後水滑梯咁樣就係。哇！呢個韓國捏過嘅森林啊，看到嗰種就係一靠就係很高啊！你拿手電筒一照一下，哇！厲害。我覺得嗰度恐龍可能跳起來咁樣，然後下面有細路講小聲咁樣啊。係啊。有時而家講你一隻YouTube 去跳啲片人啦，其實唔開放嘛，人嘅可能跌到潛落個水滑梯喎。哇！而家咩踢橋嗰條本書詐平人買啦。咁啊，咁有可能啦，就算你10年地方我嘛嗬。係10年地方啊！天也有10年啦，係講本政府勒令砍牌嘛。係。誒，儂也做唔到辦用啊。係咯。其實好可惜咧，其實。等嗰個假貨做呢批係要牌冇。冇啦。其實難要以前好多 YouTuber，你真係招呢批人，然後你就係招。唔撳呢批啦，撳本作，然後你就要講佢哋故事，其實係得錢嘛，但係得放幾隻拎下去咁樣就自己去看。嗰度喺嗰度，嗱前咯喺嗰度喺馬來人講噶啦，嗱啲童年咧要賣錢啦，可能放嗰度咁樣啊。好，其實喺第三個故事，其實就冇按靈異嘛，喺講都係曾經好多年去嘅地方啦，然後也係有多少命案啊，那個事情
慢慢就近下。係，第四集咧其實好出名嘅，嗯，嗰陣個喺無岩地嘅啦，喺元旦嘅酒店係好出名嘅嘛，係，冇可能唔出名嘅，對出名得好貴。係，嗰隻學校就係 Amber Court，然後嗰隻咧係好陰森森嘅，其實嗰隻咧。但是你跟他講嘅地點很運作的呢嘛？你有喺講嘢係工人嚟啦，哦。一看到尾就知道誒，你講好其實嗰隻寮係好多人家吃晒。哦。傳說好多人家吃晒。嗯。然後咧又出名下啦，然後慢慢就荒廢嘅啦，你講可能有多少外勞啊喺嗰位啊，冇咗去探險嘅啊，冇咗去。係每個縮脱樓嘅，就會變唔冇。縮脱樓啊唔知啦，賭博嗰個多嘅咧。然後冇咗唔知道嘅事情咧，遊客又去嚇啦咁樣啦，然後咧。見下咧哦，慢慢哦，你看到人那背啦，然後放頭髮，條樣好紅紅啊，咁樣血啊落咗嗰種血啊。係視覺效果真係一流。然後咧就講嗬，其實曾經有一隻香港嘅靈異節目啦，來陽嘅時候，在而家停車場嘅時候，北京落嘅時候，就看到一排排嘅。一排排嘅，一排排嘅嗰種拍人着咗衫咁樣咧，有講靈體啦，企在嗰位，所以朋友叫做好多黑一年啊，都聽到比如說人家唱歌啊、喊聲啊那種嘅東西，然後好恐怖嘅，然後嗰號就掃拍，你就嗰個房間就掃拍，嗰個係放相片入去，明白。你看你慢慢掃，所以佢就其實。之前咧，就聽講嚟親戚啦去元旦，唔知咩係個間啦，應該係個間啊嘛。即係佢哋去黑嘅時候，嗬，佢哋當佢哋黑嘅時候，然後就離開俾下，轉到去時候看到通嘅家私，通係飛在去中間嘅，就搬移個後台嘅地方移個。哇！對，本來喺嗰種梳化嗰位嘛，石槽嗰位，然後通黑開齊咁啊，驚到嗰個夾夾照嗰種咯。哇！其實元旦嘅好多故事。好多故事係真係。唉，見下人呢度年啊，年去嘅啦，這一間就係一太多故事哦。連安多都會有故事行，我唔是講個安少年嘅地方。其實咧喺在 KL 嘅地方啦，然後其實咧其實好高級下喎，當時講係好高級嘅一隻 apartment 來嘅啊，算係公寓嚟，差唔多要2000方尺啊。嗰陣一間啊。安太喎。2000方尺啦，平方尺。面積還有，哇！嗰時候有游泳池呢。哇！然後嗰時候還有羽球場嘛，就係見下好多apartment嗰種啊，其實嗰時候講嘅好唔錯嘅。就種見下嗰度年代嗰種嘅，拿去做嗰度年代 Airbnb 嗰種嘅 standard 嘅 flat 啦嗬，個 apartment sorry。KL 好多嘛，然後其實好多new 層年代去嗰啲客咧，然後其他靠山嗰種嘅，但係好唔好彩嘅佢土崩。哎呀！佢個土崩嘅嗰其中一隻寮啊，佢倒落去嘅，放佢倒落去，倒落去嘅咧嗬，哇就有48年不幸啊就罹難啦，就過身。然後發生事情過後啦，其他嗰度住民嚇一年啊，就講有聽到後台喊聲啊，後台嘅求救聲。然後嚇到其他兩棟嘅人都唔敢嚇。就種刀嘅埋咗啲杯咧。都陸陸續續搬走啦，過後聽到啦，好多年來去嗰探險嘅啦，都不附身，變咗。其實就講嗰種就講嗰種意外嗰種嘅啦，尤其一寮嗰種啊，其實佢哋話魂啊，菜龜冇人家去打理，冇人家去做埋啲東西嘅翻下，佢哋話寮啊嗰位啊，佢哋話好。嗰種朋友佢好強烈哦，你會感覺到好恐怖咁樣咯，係咯。其實最後嚟講咧嘅5隻地方，本來好多年，本來嘅係好料嘅地方，我哋要見下變到咁樣嘅地方。就係咁，看下靈異係咧，咪該看樣玩啲相啦。咁樣就咁講啦，好啦，拜拜。多謝各位。
OK。